Elia miarahaba manokana ny dadamalako Yahova. Elia ihany koa miarahaba manokana ny Yahoshua. Tonga amin'ny fotoan'iletsika izay iarahantsika amin'ny Zoan'ny Yoshua. Amin'izao ora amin'ny 8 ora alina izao.以利亚要特别向我亲爱的天父问好，以利亚也是要向亚乌说特别的问好。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刻，就是我们要一起有聚会，就是在今天的晚上8点，我们的时间就是超过一点点了，但是这个都是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在安排别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聚会，为了一起听这个话，就是你在关注中有说多把有你们。还有不断的听亚乌说的话，亚乌说把有咱们就是要一起听这个话。首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这边就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大的噪音，所以你们在听众的时候要专心听，因为这边的声音这边的噪音是很大，因为这个都是在别人的噪音，所以你们可能能听得出来，却这个不是从我们这边的噪音，因为他们的乐器是很有出声的很大的噪音话就是我也在，因为我今天走得很累所以我在打哈欠，就是话要跟你们的要一起要聊聊，就是我一定要所教训你们的，就是关于这个话，就是说这位伊利亚是否来自天上殿？我们就是要今天就是要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时候就在外国都有提到都是那些魔鬼都有提到这个话题都是在阻挡的来让人的路因为他们都能说出来，就是有人呢相信这位伊利亚就是说来自天上殿，他叫做亚乌说的大师，凡相信这样的话都是个愚昧因为都是在这个地球都是没有一个都是来自天上殿的，都是个人量，他们都是要通过这个话就是来证明，因为为什么他有个妻子？因为假如说他是来自天上殿的，他应该没有妻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题您在听众的时候就是要专心，因为这个很大的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边是有很大的噪音，所以就有请你们的专心听吧。你们没有听得出来吗？你们不听这个噪音的话呢，就是非常好，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声是很大的。那我们就来吧，要说这个，我们一起要听这个道。第一件事，
是什么证明的？要说是这位耶利是来自天上天，我们先要说旧约全书是怎么说的，然后就是我们要在以色列的救活的，就是要说也是怎么说的。在旧约全书的话，就是说这个是跟耶和华救活的先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先要一起要查考旧约的全书，就在旧联盟那边的法律就记载就记载很清楚，说是上帝是不定犯罪的祷告，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到第2节，这边话就是说，就能证明就是耶利亚说的大事，他不是要属于你们这边的。如果他属于你们的，他就不会把你们从那个罪里面揪出来。那证明的就是有人跟随耶利亚的说，那除掉的罪就是对你们洗涤，在这个全世界，你们都为这个真理去做了见证，就是要不再犯罪，要从那个罪里面揪出来，真的有存在这边的情况，就是为全世界能看到，不管他是怎么想法。对，但是真理还是不真理，真的有人不再犯罪并且成为完全的人，在这个方面就是能说明的。就是来自天上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就是接着我在后面再把这个证明的给你们，那就是这个证明，就是你们写的不行恶，不再犯罪，你们写的是要成为完全的。他们英国人说是 perfect， 这个就是来表示要我所做的上世，就是你为上帝的儿子要被钉在十字架，是要我说耶利亚所传扬的，这个就来表示来自天上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那么我就把经文先给你们念下，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第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等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颜面不定你们的。这位上帝他就总不定那些犯罪祷告，因为他不定那些罪人的祷告。那他有一个人，他怎么把一个人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如果他身份是个犯罪，就是说一个罪人的，他用什么的办法叫一个人不要再犯罪呀？属于这个地球就是像你们人类一样的，都是个犯罪的，因为你们是犯罪者，你们不可能跟随你们就成为不犯罪了，因为有人跟随耶利亚的时候不再犯罪了，这位俩就不属于你们中间的。我们来念下这约伯书第14章，约伯第14章。
啊，这个经文是在哪？应该不是在这个乐谱书上面的啊，这个是第几节啊？让我想一想。我没记好，就是说啊，水呢是洁净的植物，出于污秽之中的。如果你们能掌握这个经文，请拿给我吧，请拿给我。这个啊，那就是你妈妈是挺掌握的这个经文，大家来给我向我指示一下，应该是在在这个乐谱书，我没记好，应该是在第14章的是第几节，我没记好，应该是在第几节啊？这个经文就说水呢是洁净的植物，出于污秽之中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啊。让我要在查考，不是在第14章的第4节，因为这个就是关于那些妇人在生的时候。这个是到底在哪？就是内容就是说，水呢是洁净的植物，出于污秽之中的。我真的没有记起来。你们如果有人在掌握这个经文的话，就马上发过来。因为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一个圣经的译用，不是那圣经书。哎，这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对的，对，确实是这个。啊，乐谱第14章第4节，不好意思，孩子们的，因为我刚才是要到毕业去吧的啊。水囊是洁净的植物，出于污秽之中的，无论是谁不能。这边的话就是要记着说。水囊是洁净的植物，出于污秽之中的，就是说就在不洁净的人，他就不会出于洁净的人。假如说伊俩是一个污秽的人，那他所生的就是有人所跟随他的人都是污秽的人。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就不再犯罪了。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你们这边的网络好像被断了。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就不再我请你们要调整一下，我都看到你们这边的网络都别断了。因为有人在跟随伊俩的时候不再犯罪，这个就能说明的伊俩就是已经接近了。你们那边是否被网络被断了？那好，借着这个两个经文就能说明的，污秽的人就是没有上帝与他同在，做那些污秽的人就不会出于洁净的。那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这边都能听得到你们这边的网络被断了。就是要借着我刚才把这个两个经文给你们念了，这个就是能主要说的清楚，就没有上帝能听那些犯罪的祷告，这位上帝不听那些犯罪的祷告的时候，那他们凭什么能从罪里面能救出来？这个就对你们的 CDI， 在这对那些全世界的人，所以我在这边都有对你们 CDI 有强调，你们要做见证吧，因为要无数都有把你们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有提到这个，你是怎么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你为什么有去自责导这个话题？因为那个上帝叫他们有犯罪，他们就相信这个就是他们所敬拜耶稣的成果，因为要敬拜那些假上帝，所以你们就不明白真理啊。因为那些上帝教你们的犯罪啊，所以给你们进提到说，你们千万别听从那些假上帝啊教你们的犯罪，因为有些人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在敬拜那些假上帝啊，现在他们听这个真理的，然后他们就变了，因为他们都能相信这个话是真的。因为你们都看到魔鬼的道理，要利用他们，用那些不重要的事，要把他们的所以人家一直对你们说，你们要重新听话吧。最可笑的事情吧，就是那些假上帝啊，他们就相信，他们都要听从那些他们的指挥。所以他们明明知道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他们都要听从魔鬼的指挥，魔鬼的领会，所以他们不会要听从要真理。所以我对我所说的啊，你们应该有想想，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听从魔鬼的话，因为要听魔鬼的道理就编织了像当魔鬼一样的，你都已经知道，那些假上帝教你犯罪，你为什么要听从那些犯罪的魔鬼的话？这个你都一直犯罪，这个就表示没有跟上帝与你同在。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千万别魔鬼迷惑了，因为现在走错路啊，所以我在劝大家要谨慎吧，对那些别信仰了，因为这个话都要传扬到全世界，所以必须要把话要传出去吧。因为这个话写得很清楚啊，因为为了做个精湛的，既然我们把我们的全柄给你们看了，就是你们不再犯罪，这不是一个人说的，或者是两个人说的，但是有几千人的都说不再犯罪，你怎么有反对的？因为他们不说有跟着我去我的家，或者把食物粮食给他们吃了，然后他们就装定了的话，都是有各个都有各有抗，因为这个都是为了荣耀亲爱的父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子民为这个做见证，这个是第一件事儿。因为有人从罪里面被救出来，这个就说明上帝最顶大的祷告，因为上帝最顶大的祷告，那就是他要顶大的祷告，就是说代表他的话，因为上帝能听到他
这位就不再犯罪。如果他不再犯罪，他就不属于这个地球，乃是来自天上殿的。因为法律记者说，上帝不定那些犯罪的大告。所以你们是被女人所生的，都是犯罪。那你可能说，你是不是被女人所生的？对了，我是被女人所生的。所以耶利亚的这个路是很特别，他从小的时候就被安排，他都被保守当到生活到了，能跟着父亲那把业务说，他就像那个像人流正常的生活，但是他被选了，被选召了，当到他定的日子，这就叫做了。他被选召的时候就叫他你来吧做的工作，然后他就站起来，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不再行恶。这个就表示这位已经干净了，因为他难过叫人不要干净了。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谁能叫人的是接近的，因为这个话都是因为以利亚是先干净的。因为以利亚不干净的人要从罪里面要走出来，就不会要成为不再犯罪人。以利亚不再干净的时候，那人就要仍然的要犯罪，因为他们能够不再犯罪，那以利亚先干净。这个是在旧约前书的证明，因为现代有人在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这个他们就是干净，这位上帝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法律记者说犯罪的祷告。因为他们都能除掉他们的罪，这个上帝垂听他，因为要除掉这个犯罪在里面，这个全世界，这个就表示不再人已经来到你们的当中。他是亲爱的父亲所差来的，他叫以利亚，差他来的就是亚乌说。Mata pada kelo teo. Reo toko sending hitanareo reo, adienonareo reo. Ny fanaporofona. Fa tena mandeha ny fanafana amin'ny vahotana. Mandeha izany hoe lasa tsy manao tentsony izany. Midika izany. Patonga eto aminareo ilay inon'Andriamanitra teny. 我们就是那个网络被断了。这个就是你们所看见这个经文，你们听见了，这个就是能证明除掉罪的真源，就是要不再犯罪的。这个主呢表示就是上帝愿意定的祷告，就是来到你们的当中了。这个主不再犯罪的人来到在你们的当中了，你为已经干净了，来到你们的中间。我拿这个我想问起这个问题。他是可能来自到你们这个地球嘛？因为就全世界的宗教领袖，不管是谁，不管是何处，不管他在那个在那个派在那个教派，就是他们所求告的那种的上帝，就是这位老板就是老朋友就是教他们犯罪。我说的就是魔鬼
和撒旦，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再犯罪，却要除掉你们的罪，要现在才有，要借着以利亚，因为你们这些人俩，如果你们说是不再犯罪了。你们早就把人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救出来，从罪里面救出来。你们都是个犯罪，你们是属于这个地球。假如说以利亚也是属于这个地球，那他给那些宗教领袖的不叫人的从罪里面救出来一样的，因为以利亚能够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因为如果以利亚是属于这个地球，就不要叫人的要完全的人，因为他是来自的天上天，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这个就对我们来证明的，它不是属于你们的中间。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都通过旧约全书来证明的。第二个解释，我们来证明的那位救活的先知的话，他名字叫亚乌刷，但是这位以色列的救活的先知他是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迹。这个就是一直在播放这个就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你们有听出以色列的先知亚乌刷就是以色列的先知。那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就是要听出以色列的先知，那最后的先知就是亚乌刷。我们有一起查考他的话，他是怎么说？这位亚乌刷他就说。不要再犯罪了。目标就叫人不再犯罪了。因为如果他仍然犯罪，那这个是个假的，没有与他同在。根据这本书在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而是在第8章第11节，这个我们都已经掌握，已经明白这个经文。他说主啊，没有。亚乌刷说，我也不定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这是亚乌刷所说的。这个是不存在，就是在亚乌刷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使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话就被废掉了，不再存在。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这个话。除非以利亚，只有以利亚能成就这个话，不要再犯罪。为了第二个证明，这位呢就不属于你们的这个，不属于你们这个地球，乃是来自天上天的，因为他能够拯救这个犯罪，因为属于这个地球都是女人所生的，都跟你们一样的，没有一个都有叫你们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却以利亚能够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你可能说你也是女人所生的。因为不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以利亚不来自你们，不从你们当中出来，他是来自天上天的，所以他能够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以利亚他是怎么证明的？他是来自天上天的。亚乌刷这个救活的先知，他说不要把商务给搞。我们的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7章。在
第6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不要把生物给搞。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大了珍珠转过来要你们。有所说颁布的法律就说不要把生物给搞，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这边就是要很直接的说，不要把生物给搞。这个不是我们讲，就是要就是把权利跟人类要相比。如果你有生气的话呢，你们就像这个经文记住有生气吧，就是那这个上帝的道要治的这个权利是谁呀？道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淫乱的淫乱的拜偶像的，不要把那个来自天上天的生物给他们，去现在所传扬的就是这个圣洁，因为罪里面被救出来，就变成了圣洁，他们得到获到这个生物，这个生物就是上灵所赐给他们，这个就不要把生物给他们，就是在城外不会有获得这个生物因为要得到这个生活，必须要来自天上天那里。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因为也难过叫别救出来，叫他们的要圣洁，要获到来自从天上天的生物这个就表示依然是来自天上天的，因为天上天的生物都要跟随他，就是上灵这个上灵从罪里面要救出来。记述录第22章。第15节。记述录第22章第15节，城外有那些权力行其数的、淫乱的、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这个都是在城外那些做坏人的。都在上帝的王国的外面。按照在记述录第21章27节。分不接近的，比那些可遭遇的虚幻的知识，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些权利父亲家也发说，你们是在城外的，因为权利是个在城外的，上帝的王国，上帝的话说你写在外面，不能把给他们，这是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是上帝的道说的。我请你们要念这个，这是亚伯兰的上帝要说的。因为那些犯罪的，因为那些生物不要把生物给那些城外的。那要我说的大事依然是他所来的地方，来源的地方是在哪？那因为他能做这个事，因为要我说的，他不是在上帝的外面，因为他是从列表出来的，因为他能够把人的不再犯罪，与跟随他的人都要完全的人不再犯罪，他就不属于这个地球。上帝说那些犯罪都在外面，不在天上天的，那些不来自天上天的都在外面，不能把生物，不能带着生物
因为以利亚能够叫人的不再犯罪，以利亚就是在顶上殿的，他就在顶上殿的里面。他是来自顶上殿的，这是英国人说的，他是法国人说的是，他是来自顶上殿的经文，这个经文，这个就是在顶上殿的。并且我们当伙就是主要我说从顶上的，那这个就很清楚，那个就在城外从嘴里面要揪出来那个生物要跟随他的是活。那我们看见犯罪，有人越无说动在是有福了，因为他不再行恶。那这个话就是来证明，就是顶上殿的。因为他才有自己的生物，因为凡来顶上殿的才有生物啊。那这个生物就是也跟着这位以利亚来自顶上殿的，就上令叫人不再犯罪呀。你不再犯罪的时候呢，这个话就被成就啊。这位就是能住在顶上殿的，这位就是能住在顶上殿的，按照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上的话，说我们的国就是在顶上殿的，这个就是以利亚能够把人从罪里面，不是属于这个地球，这个是很清楚吧？因为如果他是来属于这个地球，他就不会把这个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个使徒们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那就没有这个。除掉罪的就不存在，你们所拜的都是那些假上帝啊，所以这个话是来证明的。有人跟随以利亚的时候能从罪里面救出来，他就不是人类像你们的，他是来自顶上殿的，因为能得到顶上殿的生物，乃是来自顶上殿的，因为不要把生物给搞，因这个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就是圣灵，这是来自顶上殿的。这个圣灵属于地球的人不能带着的，因为顶上殿的是来自顶上殿的，你怎么一个小小的，你是个犯罪啊，却你所带着这个生物啊，这个是怎么可能的？因为上灵就是个创造物，能说话的，就是他们来做这个要叫人不犯罪的，所以人就不再犯罪。这位上灵就是来自顶上他们就是说不要把商务说的就是他们不要把商务给搞，要跟这个生灵的时候必须要来自哪里，所以为了这件事以来就是来自顶上顶哪里。这个就来证明的，以来真的是来自顶上殿人，因为人受到犯罪，人受到灵受上灵的时候，就叫完全的人不再犯罪。这个就是你能证明的，所以你不能再反对，只能反对就是魔鬼，因为这是魔鬼的。如果他不是要反对的话，他就说魔鬼，他必须要反对，这方面就无话可说，因为有人都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以来都能率领他们到顶上殿那里，这个就表示来自顶上殿的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这是我的照片，就是在说我的照片，这是以来的照片，这是第三件。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方面都是很清楚啊，就是以利亚不是属于这个地球，因为他是来自顶上殿的，所以像耶和华一样的，他必须拆一个人类，因为他必须要住在你们的当中了。就像耶和华我亲爱的，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类，他必须有女人所生的。那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有娶妻子？
我一个回这个啊，我给你个回答。亚胡说他是没有妻子，因为他不愿意呀。但是对他没有带来这个地球的时候，没有法律记载说他不可以要娶妻子，因为这个对他不合适的，所以也不参与这个话题。这个是他自己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亚乌说的法律记载说没有男人就没有说是不可以娶妻子。那父亲听父也发的法律就说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就一起住，就成为一体啊。这个亚乌说就说没有这么说，就说把这个法律废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人就不能嫁娶啊。亚乌说就是总把父亲的听父也发的律法废掉。亚乌说没有颁布啊，要说是你们不可以嫁娶啊，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对那些人说，为什么要娶妻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是要反对上帝基本。因为亚乌说，因为他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去妻子。那这个依然就不光是这个话题啊。因为如果他想要去的话，他可以去啊。因为我要跟你们讲，他没有娶妻子，因为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不愿意娶妻子，这是他的原因呀，这是对他合适的。所以关于亚乌说的事，我不能干涉啊。但是亚乌说的法律，他没有要把父亲的爷爷法改了，因为父亲爷爷法说你们可以去走儿孙的，却亚乌说来强调，就一个男人做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做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我给你们这个回答就是那些教堂，就是说这个敬拜，就他说他在那个圣经上面都没有查到，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妻子。我不说这个敬拜的这个敬拜的名称。但是就是我对那些有那些娶几个老婆，我想把这个应该如果没错的话，就是在可能我稍等一下，我再查考。稍等一会儿，因为我真的没有记好。我再寻找一下。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节用法语的圣经来念。当要免淫乱的事，就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的当各有自己的妻子，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就是来说，就是一个女子就有一个有自己的妻子，一个男人就有自己的丈夫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女子就有一个丈夫，这是结婚的规定的法律。
法律。那我对你们说，就是在在圣经就是说一个女人只有一个男人就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就个丈夫这就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节。我请你们念下，这是耶和华的法律里为救活的见证。就是从起初就是找人的说就找男找女，就是一个男人就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就一个丈夫，按照那在这方面的就是说是耶和华的法律但是耶和华从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嫁娶没在耶和华里面是没有这条法律，这个是太危险了，因为这个要违反父亲的亚法的基本的法律对伊俩来说，他是要选择了，要妻子，这种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他妻子就一个妻子，我的妻子就一个，那这个是太合适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我尊重的法律就是在造人的法律。因为我尽管是来自天上殿的，但是我我的父亲教我造人类一样的，这个就说没什么问题那你可能说就是那个上帝的话，就说在那个天上的时候，就像那个圣者就说不可以嫁娶因为就说没有个这个定式的形式因为定式就是个创造物他要做完事的时候，他就回到本的地方，但是他不像伊俩一样的要变成了人类，所以伊俩变成了人类，他是个所以。伊俩就能去这个是伊俩的之路被安排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并且我的天父在圣灵来到这边来的，他对我来说，你可以去，我尊重的法律，这个没什么问题尊重的法律不是说是这个是被人刻的在。天上殿的别人刻的天父亲来的天父也要颁布这条法律是他有讲到这个一个男人做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做一个丈夫，这是结婚的法律，只要你尊重这个法律，那这个就是不会错。那我对你先说伊俩，因为经常见的，他都是在装来装去的。耶和华就对他们说，就是或者不可以在家去像天上殿的使者，因为天上殿的使者不住在地球，或者他们变成了人，因为他们是个天使，不是人类。因为假如说他们没有变成的之前，他们就不可以嫁娶假如说伊俩都没有变成的人的前，就是能吃饭的，能坐车，能看见的，能对他能说话的，因为他没有心生，如果他没有心生的话，他就不能嫁娶。他不能去，因为他没有心生，因为他就是像那些天使一样的，天使就不可以嫁娶因为他们没有心生的，没有心生，他们没有变成的人类。他一旦心生的，一旦变成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尊重的人类的法律伊俩都已经变成了人类，所以他可以去按照他喜欢的。那叫我要去的就说的，我亲爱的哥哥叫我可以去，那伊俩就可以去。这个没有法律能阻止这个。我们来念下，就是像天上殿的圣旨。Matthieu 28, 30.
打喷嚏了。不好非常抱歉，很抱歉对那些非常讨厌那些打喷嚏的声音。我们继续吧。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你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殿的事样。因为就是那些今世没有变成的人类，没有形式人的身体，他们就不可以娶也不嫁。也就是说，你在天上殿的时候还没有拆来的，还没有被拆迁来到到这里，你就说不该变，没有变成了人类，你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你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变成了人的。你法律直接说你可以嫁也可以娶，你要我说的就是要我说不愿意娶，那这个要娶妻子，他是可以娶的，没有任何人的法律难禁止的，所以对那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去妻子？如果是你来自天上殿的，你为什么去妻子？在无说里面是没有什么法律能反对，因为天父耶和华的法律就说，男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妻子。如果你在这个是法律必须要说，就不可以嫁或者不可以娶。那回答就这样的，我再说一遍的，对你们说，如果是你来自天上殿的，为什么要娶子？我现在都尊重的法律，人说我只能娶一个妻子，我也尊重这个。因为要去妻子，这个是可以的，这个都是为了证明天父耶和华的话。如果你已经选择不要娶，或者选择不要嫁，这个是你的选择，娶你只能娶一个，你只能嫁一个，这是法律说的。咱也无说没有禁止你不可以娶或者不可以嫁，但是如果你变主意我可以娶这个是都没问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你不会要得到挨骂，因为这是要法律说的。如果想要违背法律，然后他们就要颁布奇奇怪怪的法律咱是哪里有条法律说不可以去妻子，这是魔鬼的道理我们来念下这个话，就要禁止要嫁娶。这是我们最后的念，我先寻找一下。地母带简书第四章请稍等一下，我们先念一下刚才念的，在地母带简书第3章第12章。不好很抱歉，是地母带简书第4章第三节。地母带简书第4章第3节。他们禁止嫁娶，那我们就来第1节开始念吧。圣灵明说，地母的带简书第4章第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了真道，
顶尊那引诱的人的心灵和规模的道理，这是你说话的这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的比人家的老惯的一般，这个心灵的这个引诱人的心灵，他是做什么？他就是说，他们精致的教区啊，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说有魔鬼的心灵，就是对人家说你不可以有教区啊。他是要说这样的话，在他里面就是有引诱的心灵，因为他都是违背父亲天父法的法律啊，因为法都已经做个计划，要把一个人成为个人类，他就可以嫁娶啊。但是真正一个人不能嫁娶啊，他里面就是个有引诱的心灵。如果你有这样的道理的话，你应该要想一下。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有魔鬼的道理，一俩就可以去。因为这是一条法律，大家都尊重这条法律，但是只能去一个记着，这是法律所记着。那我的话的尾声就是到这里，所以我祝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别再听从那些魔鬼的道理、魔鬼的教训，要决定吧，要跟随一俩，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你们都是明白，你们都被魔鬼利用的，然后就随便讲话，谁说的？他是来自天上的不可以去的，因为一俩都已经变成了人类。如果是一俩是没有心生的话，他就不可以啊，因为他必须要尊重的人类的法律啊，因为是个人类，所以必须要尊重的。但是如果你有自己选择，不可以去或者加，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想要我说这个是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要去的时候啊，也没有法律呢禁止的，因为这是天父法的法律。因为我说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现在该我说要做，因为他都没有准备要娶妻子，因为他都没他都没有这个计划要娶妻子，因为我都已经来到你们的当中了，我这个计划要娶妻子，在我说里面是不会错的，这个是很合适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有个同伴。因为在这个生活中一定有一位朋友，所以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都是一点都不违反法律。那关于这个教训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教训就是给他丢留课的，因为这个今天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对全世界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外国人都要反对啊，因为他们在对这个真理啊真道都无话可说的，所以现在就开始要反对那些别信仰了就别信仰了，那些不信仰了那就不信仰了，因为一俩必须要寻找只有一个，就叫父亲天父法高兴，要祝你们要说把有你们明天都一定来参加聚会。祝福你们对父法和我说我所说的教训的，我请你要把你的荣耀要通过这个道理形式出来。我所教训的，就是为了证据他们的灵魂，为了带到你那里天父法，为了报答我说的心，非常感谢你亲爱的我说你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请你保佑他们能平安的来到你那里，就是到天上殿的那些想要得到
治病的、想要拯救的经历主他们永远的荣耀就是归给您的。我奉耶稣说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